来看国防总预算哦，搁再创历史的新高，明年会到6470亿。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讲，这是展现自我防卫能力。有立委嘛指出讲，国军哦恢复一档的义务役，至少得爱增加160亿的预算，搁加上作战训练的费用，拢可能会去影响到军事的投资。另外，国防部今仔早起嘛公布讲，有36架次的中共军机飞来咱国防空识别区，上近哦离高乱片只有33海里。国防的总体预算，包括基金与特别预算，也再创新高，达到6471亿。中国对台湾威胁愈来愈严重，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。总统赖清德接受前总统蔡英文的政策，连续2年国防总预算突破6000亿，明年是到6470亿，搁再创历史新高。对此，国防部进前就说明，这是为着因应明年付钱的高峰期。中共在我们的海空上面带有敌意的这种巡弋，或者是最近在灰色领域上面，中国不管是在金门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外岛上面，所做来的威胁，我们都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来去做应变。因为人员的维持费跟作业的维持费提升，所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压缩到军事投资的费用。针对国军今年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，增加至少160亿的人员医持费用，加上作战训练的作业医持费用，立委烦恼讲，这个费用提升，恐惊压缩到军事投资的费用。话声讲，国军开钱就要拍算好好。另外，逐年汉国演习，国军拢会演练军机转场、军舰疏开停船，强化东部战略的保存。不过，中国军机最近侵扰东部的外海愈来愈侪解。国防部初七发布讲，侦测到36架次的中国军机走入来咱防空识别区 ADIZ， 其中有31架次超过海峡中线，相近距离五乱片干那33里，配合8架次的中国军舰侵扰台湾。特别注意的是，有主战机、直升机飞到咱东部的外海。这些主战机如果是歼16一类的，它可能是透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去让它延伸航程，可以进入到我方的东部的海空域。我们在东部外海有那个直升机活动的情报，那就表示解放军海军的船只可能会在附近。学者分析讲，当年4月份到10月份是中共演训的高峰期，无排除中国军机演练空中加油、延长潜载力作战的半径，直升机直接对军舰起飞，飞往东部的外海，熟悉区域的水文，进行战场的经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